美国纽约市政府昨宣布讲，禁止政府部门的手机甲电脑使用 TikTok。纽约市长亚当斯是指出讲，因为烦恼网络安全的风险，为着要保护纽约民众的资料安全，所以决定讲要禁止使用这个短影音的平台。 点开 TikTok 看几个趣味短片是不少人日常生活，不过愈来愈多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要求全国对 TikTok 实施禁令。纽约市正做上新一个禁止使用这款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都市。 It is a constant threat. It's a constant threat, and much of that threat is coming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of trying to infiltrate our systems and really impact our data. And we need to protect New Yorkers' dat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de a move. We're complying with that. We're hoping TikTok can find a way to really secure and safeguard the users. 纽约市国机关必要求伫30天内移除这款 App。 若是属于市府装置甲网络农民连起的 TikTok， 目前全美国已经有30个州禁止员工伫政府设备顶悬使用。纽约州伫2020年已经采取这项政策。联邦政府伫2021年12月通过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法令。纽约市表示，实施禁令甲联邦政策是共款的。 TikTok 伫美国有超过1.5亿个用户。中国科技大公司直接跳动是伊的母公司。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甲中情局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个软体来分化美国人。美国前总统川普捌伫2020年要禁止 TikTok 下载，不过互法院裁定阻止。根据路透社一项上新公布民调，美国有47%的成年人支持对 TikTok 实施禁令，反对者只有36%。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辑。